大家好，我係展銷王聯盟 Edward，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商業區展銷實測案例。2025年10月27日到10月31日，我哋喺新葵興廣場進行咗5日實驗，雖然有微利，但係都犯咗一個好關鍵嘅錯誤，直接影響整體利潤。呢個場好多朋友推介，話商業區客戶消費力強，我事前都做足功課，專登揀中午時段去視察環境，坐足半個鐘。確認寫字樓人流出入頻繁，先決定租5日平日試水溫。呢個場有個結構限制，如果要擺雪櫃，就要租晒成個場，計過條數，1000蚊一日。如果分租仲麻煩，於是決定自己包場。呢個係成本效益取捨，用較高固定成本換取營運彈性。星期一開場，晏晝時段真係爆咗一輪，寫字樓客消費爽手，第一日做6000幾，但過咗午飯時間，真係靜到不得了。呢個就係商業區展銷嘅時間特性，中午及放工黃金4小時過後就要接受現實。但今次我計漏咗一個好重要因素，中間有一日公眾假期，公眾假期加上前夕2日生意真係差好多。雖然最後5日埋單都有微利，但如果冇呢個失誤，利潤起碼可以多30%。今次實驗教識我哋3個重要教訓：第一，商業區展銷要精算實際營業日，避開公眾假期。第二，黃金時段雖然相對多人，但要考慮閒時成本。第三，固定成本高場地，必須確保每日都有足夠營業額。下次再做同類場地，我哋會揀連續5個完整工作日，避開假期，同時準備更多細額產品吸引非高峰時段客源。如果你都想掌握商業區展銷嘅營運技巧，歡迎加入展銷王聯盟。我哋有齊全港各區場地數據同營業時段分析，幫你避免中伏，精準出擊。